美食博覽1蚊平霸龍蝦，上湯浸夠嫩厚。我哋今期介紹咧就美食博覽會咧，係介紹1蚊隻波士頓龍蝦。今日我哋用上湯嘅做法，係介紹俾大家試食嘅。首先將龍蝦開半，斬去腳，切出龍蝦鉗，拎出龍蝦膏備用。龍蝦撲上生粉，落滾油度拉一拉油，瀝油，等龍蝦肉更加鮮嫩結實，亦都可以令佢更香口喎。做上湯啦，燒熱鑊落油，爆香乾葱、蒜蓉、蔥花，落牛油、紹興酒，上湯略煮。龍蝦回鑊，快炒一陣，冚蓋焗1分鐘，加少少清水，落生粉水埋芡，快炒一陣，跟住先滗起龍蝦上碟，保留鑊度嘅上湯，落龍蝦膏浸熟至定型，最後將龍蝦膏連埋上湯芡汁一齊淋喺龍蝦度，咁就完成啦。以蒜蓉、乾葱配襯嘅龍蝦，香口惹味，而且肉質仲好鮮嫩添啊！